講下下個禮拜黃金點樣睇？我會咁樣形容，最劇烈嗰一段波動可能已經過咗，因為上個禮拜五市場出現咗一個比較特別嘅情形，原油、美元同黃金三樣資產同時上升。正常嚟講，如果油價同美元一齊升，通常都會對黃金形成咗一個壓力嘅。但今次黃金反而冇跌，仲出現咗反彈，呢一個現象其實係幾值得留意嘅，因為有機會代表市場定價邏輯開始出現咗轉變。由之前主要受利率同美元影響，慢慢轉向地緣風險。換句話嚟講，當市場不確定性上升，資金就會開始重新配置黃金作為避險嘅資產，吸引力會提高。但都要講清楚，呢個只係一個可能性嘅轉變，未必代表已經完全肯定嘅。再睇技術面，近期嘅周線圖出現一支下影線長嘅陰陽燭，反映咗低位有承托力，但同時整體嘅結構仍然處於收復嘅狀態，未算完全嘅轉強。所以短期嚟講，黃金有機會出現反彈，但上方仍然會有壓力。至於中期，如果月線最終收出一個較弱嘅形態，未來1到2個月時間，市場仍然係會以震盪嘅形式去收復為主，唔一定會即刻進入一個新一輪嘅升勢。總結嚟講，短期黃金有機會出現反彈，但中期仍然係需要觀望，特別係美元走勢、油價同地緣局勢對市場嘅影響。所以現階段，與其預測方向，不如更加重視節奏同風險嘅管理。如果你都想了解每日資金部署嘅邏輯，歡迎加入我嘅 Patreon，我哋一齊穩步上揚。